數一代天驕，橫看今朝。Gamble， 帮我拍好，谢谢。 OK， 依家食飯時間完結咗啦。希望咧，依家 average 均碼係6萬，我哋依家有16萬，我哋要爭取呢2個級別左右去到30萬。OK， 加油，衝！ 帮我拍好，谢谢。 OK。緊不緊張？啊，開不開心？感謝。別客氣。酷。 2000啊，3000分，3000，打一下6跟9的價值，4000，有6要扣 ，This is my favorite hands。 27， 你是不是6？兄弟，是不是68？還是56？有黑桃。有黑桃啊！最緊要係唔可以放每一個 value back。看來他要給我一鋪清掉，一鋪搞定他。哦耶！哦，你來了。哦。唔好意思啊，又要送自己兄弟去買入。全部都唔係我對手。哎呀，小帥啊，小帥！誒，又可以出鏡，我哋有拍嘅，係啊。熬夜，相信有熬夜，一下有点，不要整。呀，10分啊！咁恐懼啊！哇 ，AA 噴喎！我感覺你忍不住那個口啊！我不是那麼隨便的男人，不可能隨便死的，你知道嗎？結束當前首排主賽事就是新級別800、1600，前置20分1600。喂，小帥，講下你攞個100萬冠軍嗰種心路歷程啦！你依家係中國版嘅 Money Maker 喎。好，咁樣又冇咁勁嘅。喂，你講下，同觀眾講下點樣贏嗰個100萬賽嘅？其實咧，一開始咧我都冇諗咁多嘅，就係用33蚊呢個報名賽去打到220嘅呢個衛星賽，之後由220嘅衛星賽再打到1600嘅主賽票。之後我嘅心一直都係比較平穩嘅，冇諗咁多，即係話咧打住玩啦，係咯。1600嘅主賽 A 組咧就入咗級。係咩馬量入去啊？中短場？算中場咁樣，30萬咁樣嘅。之後我等咗幾日，
佢哋 ABC 組嗰啲全部打晒，個心態都好平和嘅，入去打，慢慢打。每一手牌當然都有失誤嘅，之後咧就有幾手比較關鍵嘅手牌咧都定住咗。咁就點樣鼓勵下，即係我哋呢個撲克界懷住希望嘅人咧？其實我覺得即係錦標賽呢個，大家要有一個認知，就係每個人去參加呢個比賽咧，都係有機會嘅。每一個人都係有機會，你係職業牌手都好，業餘牌手都好，玩家都好，我覺得都係有機會嘅，去享受呢個過程。係你接觸咗德州幾耐啊2年唔到吧？咩？2年唔到嘅人？係啊，2年唔到。你已經超越咗大部分人啦。係，所以今日好多謝大家收睇，同埋咧每個人即係我哋從業德州嘅，我哋嘅愛好唔好放棄，永不氣餒。